企业咧发展可能会成做风台影响台湾，花莲讲雨大进川、大全川警戒按算10月18撤离1000外人。川普甲习近平敢会伫南韩见面，也有变数。南韩外交部长表示，川普真有可能未参加 APEC 峰会。领导会山对2023年到今爆发9摆，小镇严重受损等，侪居民决定要搬离开。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变强，有可能会变做风台来影响台湾，惊花莲讲好被堪的大雨来损断。农业部已经派人去清水圳塔一个沙地啊，也中央前进协调所是调整做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也下晡有开会。这个大进川、大全川是列入去警戒范围，规划撤离10外人，按算伫咧10月18来执行。农田水利署人员来花莲县光复乡佛祖街、甲成功街清理水圳，毋若乌土刷出来，还阁乌搁较深搁较快，因为爱严防特别变做风台，伊若来，互乌起来土刷会阁流转去沟仔内。土坡吼，我们会用帆布把它盖起来。因应热带扰动可能增强做今年第24号风台风神，全民紧来领沙包防范。中央前进协调所嘛改做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来因应防范风台所需要的任务。只是撤离计划一直拢无法度确定，互一寡居民不安。15下晡召开的紧急应变会议嘛，决议采用混合式避难、徛伫避难加疏散避难同步进行，人数差不多1000多人，一定18执行。是混合式的，就是疏散撤离是有一部分，然后垂直撤离也有一部分，但是这样的话人数也有将近1000多位，也有1000多位，那动用到的车辆很多，大概15辆的这个游览车。虽然都是种撤离方式，受灾居民考虑无同，有为少村庄是希望会当徛伫撤离留伫熟悉工园，也有人认为村里长共款是济伙人，呼吁政府不管用倒一种方式，拢会当有公部门的人员协助村里长。部会都有认养各村吗？可不可以各部会的人直接协助村里长来做这件事情，才可以有个比较精确的统计？你说要叫这些老人家做，我觉得真的太为难了。更喜欢垂直了，因为自己有家嘛，还要跑出来。这次有那个马太案这个经验了以后，他们心理上都有准备。这届会议嘛，甲光复乡大进村、大全村纳入警戒范围。桂林成功，徛伫撤离关键是执行力，会由督导官采先扩垦后开发的方式。另外，灾区清理进度15会当甲30公里的沟仔拢清完。佛祖街护管工作由国军全面接管协助，枫林镇嘛预估17进程清完。花莲地检署是展开在后的调查，会以过失致死甲公务人员废死职务这个方向来侦办。伫这进程因应准风神风台可能会来，避免灾区搁再受损，防范风台工作全面启动。记者采访报道。来讲海巡署蓝队分署一个队员伊申请有薪水的病假3届，休拢总10个月。即摆呢是有人去检举，讲这人伫咧请病假的中间，佮走去开项肉店。海巡署科技会议就去讨论，决定记2大个甲伊免职，也检方嘛分案调查当中。来到新店东区光复路一间主行海鲜的餐厅，24也未营业。看板写讲海鲜拢是真材实料，是以特科工程师甲大学生为主要客群。不过，这确实互人检举，讲这间餐厅是海巡署蓝队分署一4人的队员甲人斗阵开的。因若开餐厅期间，向海巡署申请有薪水的病假10个月，互怀疑请假期间无去好好来休养，反倒当地人出现伫餐厅做生意。那个人有你们认识吗？然后他算是老板的友人，偶尔会来店里这样而已。店员讲，这个海巡人员是头家朋友，不过因为伊3摆申请有薪水的病假，每个月会使领5万外块薪水，也有2种奖金会使领，引发议论。海巡署经过科技会议的讨论，认为严重影响机关的名声，决议处以2大个免职。检方即阵也伫咧分案调查。找一个同仁，我们工作就是要体谅同仁分担嘛。他这种行为，因为造成我们机关的名誉、机关的形象受损嘛。他的身份是警务人，我们依相关规定，影响警誉重大2大过免职。依据公务人员请假规则，若是因为重大伤病，毋是短时间会使治好，会使互伊病假事假。因若是这假拢经请完，经过机关核准，会使请延长病假。专家讲，虽然规则明确，其实可能互吹空吹芳乱利用。
公务机关给予病假，这个很难讲说是公务机关对或不对。问题在于说，你是请病假期间，你又在外面从事另外一个专职，那这个就彻底违反了公务人员法了。依法处理嘛，这个让工人很没有面子了嘛。公务体系的一些规定，等于说被严重冒犯了嘛。记者打电话给市林队员，不过手机无人接，无对这个代志回应。也了专案引发社会真大重视。海巡署长关碧玲也伫下晡发文，认为海巡人员辛苦保护国土，因为一个危害群体人就当上海巡人员形象，真对不起大家，要求进一步检视。那牵涉骗取薪水、依法救办，也来未来延长病假，无论时间长短，拢要签互署长来核定。记者综合报道。美中贸易战即马是愈紧张，中国对今年5月开始就无爱买美国的大豆，要川普伊当然袂记重点，考虑讲唔甲中国买劣价油来做报复。即马中国搁要管制稀土来出口，川普就宣布讲，对11月初1开始，要甲中国的商品加扣100%关税，也甲进境扣的加起来，拢总是145%。美国的贸易代表就讲话啊，讲根据中国对稀土的动作，这个100%的关税可能会提早来扣。也即马美中的关系紧张，虽然讲川普甲这个习近平伊讲伊甲伊两个人关系真好，看起来毋是安尼。也川普呢甲习近平敢会照本地计划伫南韩见面，毋知影。因为南韩的外交部长讲啊，讲川普真有可能要参加10月底的 APEC 峰会。大豆是美国上重要农产品之一，去年伊对中国出口额达到126亿美金。不过今年对5月开始，中国对美国采买大豆的金额就降到0。伫接待到访的阿根廷总统米雷伊时，川普就问到这个问题。President, yeah, was China trying to draw a wedge between the U.S. and Argentina by buying soybeans from Argentina, not U.S. farmers, and China on the port fees? China they've likes to increased draw port fees on wedges. U.S. ships too. Yeah, sure. I mean, I guess that's natural. It's China, and it's natural, but it's not gonna mean anything in the end. 川普回答甲真轻松，不过其实讲一讲，伊就伫个真实社群发文批评中国挑工不爱买美国大豆是一种经济敌对的行为，所以美国考虑将只个买中国食用油来加税对中国报复。中国第11长假了后，向全球稀土采购宣布要扩大来管制。因来川普讲要对中国关税再加扣100%，总计达到145%。3月14开始，美中又开始互扣准备港口费，加重双边的紧张。也若针对美国启动301条款调查中国海事物流加造船业，中国商务部上新动作是对南韩3大造船商之一韩华海洋旗下5个美国子公司来进行反制。显示美中两大经济体新一轮贸易战正继续在清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伫接受福斯新闻专访时表示，中国安尼做代表因的经济真无好，所以讲想要甲全世界拖落水。伊也讲，稀土事件背后可能体现中国内部体制的脆弱性。I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thinks that this may have been, from a lower level official. The Chinese system is quite brittle, so this may not have come from Xi Jinping himself. This may have come, from a Chinese hardliner. 因为美国经济是毋是受到关税战冲击？美国联储会主席鲍尔则是伫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年会讲，根据9月数据，美国劳动市场的招聘请人甲裁员拢是低迷的情形。不过经济可能比预期时更加稳健，值得继续来观察。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好，现在中国会当用稀土做经济武器，因为全世界稀土有90%是中国的。也高科技产业真侪产品拢着爱用稀土。即马中国宣布讲，只要产品用中国稀土用超过0.1%，也是讲生产的过程用到中国稀土技术，拢爱甲中国申请许可。要咱台湾敢会受到影响？经济部表示会继续关注。美中贸易战搁在清关，中国进前宣布扩大稀土出口管制了后，美方随即也推出加扣100%关税来反制，双方同时互相提悬港口费，国际贸易无确定因素增加，也影响这市场。对台湾有一些间接性的影响但是我们还会密切的观察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跟国际间来同步来因应这样的一个挑战。
经济部继续关心，因为中国稀土产量达到全球的90%，更加是全球高科技产业最项产品的原料之一。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永伟也头一摆讲，稀土限制短期影响有限，不过若是长期发展愈来愈对立，可能影响会扩大。目前看到的影响是有限的。如果持续管制发展的越来越这个对立的话，我想对各行各业都会产生影响。不光是鸿海，美国也是稀土全球生产的第2名了。那他决定火力全开自己生产，也未必不行。所以我的结论是，这个世界是一个互相合作的世界，大家贡献自己擅长的，做得好的、有能力的。豪士集团董事长董书贤是分析，像是电子产品晶片用到的稀土元素较少，现阶段影响会使控制。不过，伊关希望全球合作。不过，山来16摆是台积电的召开法人说明会，稀土战争是不是会产生相关的影响？外界也继续伫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哈马斯接协议爱甲以色列人质28个遗体交出来，毋过因即嘛才害8个遗体，以色列就警告啊，若毋经交出来，会继续限制人道物资入去加沙。10个过饭店了，载着4具以色列人质尸体救护车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法院研究所，路边有民众也国旗迎接因。这边的尸体交害行动是伫以色列宣布减少人道物资援助规模了进行。We hope that every last of the hostages will come back. We won't rest until they will. 以色列政府讲，哈马斯无照顶礼拜达成的停火协议，交害所有的尸体已经危险，所以决定自15日开始，甲逐工进入加沙的援助卡车减半，并且暂缓重开甲埃及相接的拉法关口。根据川普所组成的20点和平计划，哈马斯甲以色列拢同意关害48位人质，包括20位生还者甲28具遇难者的尸体。验过到15，只有8具尸体被送转去以色列，13被送转去的4具尸体，包括1位以色列青年甲1位尼泊尔学生。另外2具尸体的身份加上要求保密。以色列军方要求哈马斯将甲所有人质拢限禁，互因得到适当的安葬。若搁拖，会采取相对应行动。川普则是一个华府讲，哈马斯将会解除武装，若无美国会出手。Well, they're going to disarm, and because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disarm, and if they don't disarm, we will disarm them. How will you do that? I don't have to explain that to you, but if they don't disarm, we will disarm them. They know I'm not playing games, okay? 13号，以色列放登去的要甲2000位巴勒斯坦人，伫登去约旦河西花了，指控伫咧关押期间遭受以军不当的对待，规身躯拢是伤病。加沙市伫以军撤离了，也开始清理的工作。نحتاج توفير الآليات الثقيلة اللازمة لرفع الركام الثقيل لا تتوفر لدينا. 因为加沙的局势即马也无稳定，哈马斯派几多百个武装人员伫咧落维持秩序，并且伫加沙市区公开处决几多位被指控甲以色列合作的人。哈马斯证实这寡处决是因的战术执行，讲是为了要恢复治安。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来讲，比利时大罢工，就是要反对政府来提因的这个退休金甲社会福利的经费，有几那万人行上街头来抗议。布鲁塞尔街路第14至少8万人响应三大工会反政府诉韩政策改革，行上街路，示威群众甲镇暴警察爆发冲突。比利时是欧盟17个内底这部比例上悬的国家之一，为弥补财政红字，政府计划减少差不多100亿欧元的支出，同时引起北约要求增加国防经费压力。总理德韦佛提出诉韩政策，内容包含减少退休金、失业救济甲医疗照护等社会支出。罢工也互市中心交通袂停袂动，布鲁塞尔机场真侪航班被取消，抗议现场沿看到真侪绿旗的标志，向天民众抗议。政府计划伫2030年之前，将退休年岁延到67岁。La pension à 67 ans, c'est très compliqué pour les gens qui ont un métier physique. Et voilà, le bonus pension, le malus pension est très négatif pour nous aussi.
南海卫视啦，包含民间企业甲公务员的两大工会，也伫10时发起全国罢工示威，来抗议保守派政府推动的劳动改革方案。其中上互民众反对的是法案允准平行企业将每工工时为即卖8点钟延长到13点钟。几啊千个包含老师、医师甲记者等群众聚集伫雅典市中心，一路游行到国会大楼，抗议议员审议改革方案。这场罢工示威也互地方政府部门渡轮甲火车交通袂停袂动。Θέλουν να δουλεύουμε από ήλιο-ήλιο, ευελιξία στα 13 ώρες στις υπερορίες, απλήρωτες υπερορίες, με λιγότερες ασφαλιστικές εισφορές, που σημαίνει μεγάλη έλλειψη από τα έσοδα των ασφαλιστικών ταμείων.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2摆示威行动。虽然劳动部表示，13点钟工时是属于自愿性质，一年上最应实施37天。新法案打造国口有春秋的劳动市场，允准员工应选择1礼拜工作4天，也保障员工固执加班的权利。不过，工会批评法案损害劳权，下就劳工的谈判能力，并且在野党也呼吁政府撤回这个法案。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并对2023年这个火山就开始爆发到当时，爆发到摆也小镇是严重受损伤，真侪居民决定要搬离开，不过也是有不少人想要重建家园。红色岩浆一直伫火山口在架，而且持续对山脚流过去。冰岛的渔业小镇格林达维克，对2023年12月以来是经过附近的火山9摆的喷发，岩浆摧毁车路和厝，而且伫土骹和厝拢留真大的壁棚。当地居民经过真侪摆撤离家园了后，大多数拢搬厝。My wife won't come back, and Hafnarfjörður is not so far away, 35 minutes. 火山喷发了后，伫格林达维克市道有多家火山灰含真尖的岩油，这石头一挂阁会翕伫啊烧几啊个月。地方政府封锁小镇嘛，警告囡仔讲，莫伫岩油坚重的所在佚佗。另外，政府伫火山喷发真侪摆疏散居民了后，是提出一项政策，就是甲居民的厝买落来，而且予因3年的时间，决定讲敢要甲厝买转去。大多数的人拢接受这个条件，造成小镇即马大多数的厝拢无人，商店嘛关起来。但同款嘛有一寡居民希望讲重建家园。今年60岁居民艾诺克森伫当地是经营一间饭店，就算甲厝卖掉，同款甲店面留落来，想要继续替小镇来贡献。Now everybody is optimistic and hope that these things will stop after maybe a few months or 1 year or. Many kids they want to come back, but it's no school open and no teacher now. When we are waiting. 为着重建，当地职业篮球队已经拟定日期，要伫小镇来比赛。当局正在讨论明年开学的可能性。只是伫居民离开小镇了后，镇上的设施是愈来愈少，会当成游客嘛愈来愈少，互生存变作恶性循环。科学家推测讲，伫火山运动结束了后，有可能阁有第10摆的喷发，但是无法度确定当时会来发生。公司新闻单思同编译。锂电池只要去地着受损，接触到空气甲水，可能就会导火来引起火灾。也英国都有公司开发 AI 的系统，会当对粪扫当中甲锂电池拣出来，预防灾害来发生。怪手甲规堆的粪扫送去输送带，搁由 AI 认出内底敢有锂电池、手机啊、笔记型电脑、玩具甲各种工具，因为这拢需要锂电池提供电力。有真侪民众贪方便，定定甲电池当作一般粪扫单调，也是淋伫回收物内底。为着避免锂电池因为钱一个也是底歹去受损发生火灾，英国新创公司开发一套 AI 系统，甲因伫粪扫堆内拣出来，除了降低风险，还佫会当回收有价值的材料。New batteries might come through different brands that we would then build back into our training data in order to deploy new models that can detect different brands of batteries. 根据英国非营利组织的调查，当年互人单调的电器有10.3吨，其中8.8亿件是完全无用过，因为这个电子废弃物毋捌正确回收，所以价值10亿英镑，差不多新台币408亿的贵金属，也佫有甲国家安全有关的关键金属，都安尼拢总浪费。Geopolitics is at play here. So, inside electronics, precious metals, materials like lithium, cobalt, technology metals, Ukraine, Greenland, and into Latin America and into China is all about accessing those rare earths, those technology metals.
And we've got them here in the urban mines surrounding us. And at the moment, we're throwing too many of them away, which is... 10日是国际电子废弃物日，专家表示，像耳机、充电器、甲用线到单调的电子烟、快科技，当加紧电子污染的速度。根据统计，英国人当年购买差不多11.4件这种产品，不过有一半以上真紧就会单调。根据了解，英国每礼拜差不多有800万支电子烟单调，还是乌白弹。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因为气候变迁，蜂来大量死亡，也无蜂来到浪费，这个作物就无法度大威胁到粮食的安全。固定大学的科学家呢，就创造一种食品，蜂食落会当补充营养，帮助蜂来生团。蜜蜂是全世界70%以上农作物的重要授粉的媒介。不过，伫气候变迁，也有现代农业大规模种单一的农作物，用伤侪农药，和产业内面花草的种类愈来愈少，蜂产生的花粉的来源无够。互蜂营养不良，甚至大量死亡。牛津大学研究团队甲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合作，经过15年长时间的研究，这个几落成种的配方，即马开发出一种蜜蜂嘅人工授粉超级食物。You sometimes meet these very large periods where there's not enough forage for your bee populations, and that produces malnutrition in that population, and you lose a lot of colonies to disease as a result. So the paper that was just published describes an invention which will now make it possible to have a complete food for honeybees, so a nutritionally complete food that contains all of the macronutrients and micronutrients that they need. 这项研究成果已经刊伫咧科学期刊，经过3个月试验，将这种新补充品的蜂，甲只以前传统补充品的蜂比起来，因幼虫存活的数量加15倍，碳生的能力也更加久。对病原体甲寄生虫的抵抗力也变较强。When the bees have good nutrition, they should be able to at least do their best against these diseases and pathogens and pests that we don't currently have tools to fight. So we really think that this is a keystone in the problem of bee decline that we've fortunately been able to solve. 牛津团队甲比利时生技公司合作，计划伫咧2026年要开始商业化生产，并且进行大规模的产业试验。虽然介绍的比现有的花粉代替品较贵，不过因为营养完整，饲蜂人实际用的量会比这么较少，长期来讲效益是更加好。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奥地利用莫扎特做这个巧克力豆包装是受大欢迎，不过呢，即马可可啊价格直起，成本增加。奥地利做巧克力豆厂商只好离开莫扎特的故乡，甲生产线刷去东欧。奥地利维也纳一间高级糖仔店内底，师傅咧为讲是奥地利美食经典原手礼莫扎特巧克力球做最后的设计。Die Mozartkugel ist für Österreich ein Aushängeschild, genauso wie es vielleicht die Sachertorte oder auch der Apfelstrudel oder der Mohnstrudel wichtig ist. 海因德是奥地利当地几啊间莫扎特巧克力球的公司之一，是一个家族企业。所谓巧克力依然坚持手工制作。不过，因是莫扎特巧克力的创始店，1890年萨尔斯堡的皇家点心师傅保罗·菲尔斯特研发出上原始的莫扎特巧克力，是用作曲家莫扎特当作是包装的方式，也是伊想出来。1905年世界博览会，伊个摕金奖。莫扎特巧克力球受到大家瞩目了后，真侪品牌都开始模仿。不过，因为点心师傅菲尔斯特无较早申请专利，致使市面上出现各种的版本。除了奥地利本地厂商，连德国、瑞士甲美国的食品大厂拢咧做，甚至阁出现中国籍莫扎特巧克力。最后，几间公司为商标拍官司。法官裁定大家拢用做莫扎特巧克力球，不过爱用包装甲商品的名字各自表现。新冠疫情带来景气倒退，加上国际可可豆介绍一直欠悬，所有厂商拢面临利润减价制甚至营运危险的问题。Das geht aus dem Grund, weil wir ein österreichisches Familienunternehmen sind, das in Österreich produzieren und auch direkt an den Mann bringen. Das heißt, wir verkaufen das ja in unseren 30 eigenen Filialen. Und da ist es so, dass wir halt jetzt wenig daran verdienen, wenig bis manchmal sogar gar nichts. Aber wir hoffen auf fallende Preise bei Kakao und dann wird es sich wieder einspielen. 成本压力逼厂商做出平衡。法新社报道，有其中一个小名莫扎特巧克力球品牌美国食品大公司意资。
今个月已经将生产线为莫扎特出事的所在奥地利萨尔斯堡刷去东欧，而且营养成分巧克力球的当量也减轻。 Ganz ehrlich, ich würde das nicht tun. Ja, das ist aber meine persönliche Meinung dazu, weil ich sage halt so, wenn einer nach Österreich kommt, dann möchte er auch österreichische Produkte mit nach Hause nehmen. Und speziell bei der Mozartkugel ist es so, dass da die Leute schon darauf schauen, dass das aus Österreich kommt. 这莫扎特巧克力球的介绍为一粒0.5美金到3.5美金弄装糊，按过1分钱1分货。 有人算盘跌价，做成实商业考虑，不过也是有人要以品牌故事，坚持原汁原味在地生产。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图，明天再讲这个时间再会。